替的火车票已经29年无起价了。有风声讲，这代替9月中旬进前会开董事会讨论新票价，可能是先为区间车来起价，大约会起4成。譬如讲，这个台北到板桥的区间车会为15块起到21块。上班时间，不管是要上班的，还是要出去佚佗的，月台的人是有够济。即马听讲，29年无起的这个代替的票价，即马要为区间车开始起价啊！代替拍算伫9月中前召开董事会讨论新票价方案。这礼拜内部会先做初步的试算，合约报酬率是3%、4、5、3的版本。若是以可行性较悬的3%来看，基本费率将每人每公里的1.4块提悬到2块。区间车平均是起4成，其他最后的车爱过研究。毕竟已经动涨30年，稍微还有一些通膨因素加成，就可以涨一点点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这怎么讲？你对你的薪水合理吗？那你说它不涨，谁来买单啊？1个礼拜搭一次是还好啊，如果是每天通勤的话，就可能会影响到。讲到起价，大家反应无同。若是依照新费率起4成来算，区间车的票价台北到板桥会为15块起到21块，台北到基隆起到58块，台北到新竹爱160块。目前我们的票价还在讨论，我们现在还在最前端的那个，所以后端的行政流程根本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。最快的话，也可能要过完元旦了。区间车要起偌济，再个讨论。不过，会当确定的是，代替20开始会取消电子票证坐车9折的优惠，改做常客回报的方式。依照每个月坐几摆，可以回报金，像坐11摆以上有20%的回报，若是一个月坐41摆以上有20%的回报金，等是拍配件。安尼用铁皮说民众是无啥影响。伫钱变薄的时代，连坐火车算盘嘛会斟酌点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